掌握局勢最快嘅方法就係多睇深度歷史解讀。今日講于謙，先問大家個問題：于謙之所以俾人叫做大明王朝嘅救世宰相，係咪淨係因為佢打贏咗北京保衛戰，幫明朝續命200年？如果只係打贏咗一場首都保衛戰，咁佢充其量都只係加強版李剛，或者運氣好少少嘅岳飛，單純嘅軍事勝利，不過係戰術層面嘅強行續命，根本扭轉唔到戰略層面嘅崩盤結局。于謙之所以可以同岳飛並列，甚至喺政治高度上仲要壓過岳飛一頭，核心根本唔係佢幾咁識排兵布陣，而係喺大明王朝就快崩盤嗰個幾秒鐘嘅關頭，佢做咗一件違背傳統倫理，甚至可以話係大逆不道嘅事。佢親手剝走咗皇帝嘅神聖，幫呢個古老帝國立低咗一條國家利益高過君主私利嘅鐵律。佢唔單止救咗大明，更重要嘅係佢幫漢家文明注入咗一股前所未有嘅血性。呢股血性硬到咩程度？硬到就算後來明朝爛到頭，重臣上吊咗呢個朝代，都仲死守住天子守國門，君王死社稷呢條底線，絕不割地，絕不和親。我哋今日重點要講嘅就係呢場將皇權神聖踩喺腳下嘅文明絕地反擊。好多人以為公元1449年嘅土木堡之變只係打輸咗一仗，其實嗰次係大明帝國嘅破產清算。明英宗朱祁鎮，一個想學太祖成祖嘅熱血青年，帶住大明朝80年積落嚟嘅20幾萬精鋭，嗰啲就係大明帝國嘅家底，全部都係分貴之後百戰精兵，結果幾日之內全軍覆沒，幾十個公侯伯爵全部戰死，連皇帝本人都變成咗蒙古瓦剌手上嘅肉票。嗰陣時嘅北京城係點樣？就係一座冇咗大腦同肌肉嘅空殼，城入面剩翻嘅全都係老弱病殘，成朝文官嚇到魂飛魄散。呢個時候，一種根深蒂固嘅歷史慣性就開始瘋狂運轉。呢股慣性個名叫南遷，距離當時唔算太內遠嘅宋朝就係咁做嘅。打唔過點算？走咯，走去長江以南。劃江而治，靠住江南嘅財富，照樣可以維持半壁江山。皇帝照樣可以過小日子，大臣照樣可以吟詩作對。對於當時嘅代理朝廷嚟講，呢個真係一個好大嘅誘惑。徐晴呢班人點解會跳出嚟大叫南遷？因為呢個係最符合避險邏輯嘅方案。留低大概率會死，走佬大概率可以活。呢個就係人性最軟弱嘅地方。照歷史劇本咁行，大明眼睇就要變成南明前傳，中國歷史亦會再一次跌入長達幾百年嘅南北分裂期。但于謙睇得深睇得遠，南遷表面上係避險，實際上係自殺。宋朝南遷之所以仲可以捱落去，係因為嗰陣北方政治中心仲未完全固化，但去到明朝，北京已經唔單止係首都，佢係成個農耕文明對抗游牧文明嘅定海神針。只要你拔走呢支針，北方防線就會好似推冧多米諾骨牌咁，瞬間崩塌。更可怕嘅係，一旦南遷，大明即刻就會退化成偏安政權，失去正統性同號召力，最後只會喺內耗入面慢性死亡。如果順住呢種慣性行，大明就會變成下一個南宋。用于謙嘅說話講，呢個就叫主張南遷者可斬。喺當時嗰啲自以為聰明嘅人眼中，于謙就係一個徹頭徹尾嘅瘋子。佢唔想做偏安一隅嘅宰相，佢係想幫大明來一次刮骨療毒。佢要對抗嘅唔只係瓦剌鐵騎，而係成片土地之上嗰種文官集團明哲保身嘅游利哲學。對住呢班老油條講道理係死路一條，于謙直接翻台，展開咗一場物理層面同精神層面嘅雙重重構。史書話呢個叫整頓軍備，其實根本就係一場為咗救國而發動嘅戰時獨裁。先講物理層面嘅資源整合，當時北京城係咩爛攤子？要人冇人，要糧冇糧。于謙點做？佢調動備操軍、備倭軍，甚至連運糧民夫都編入戰鬥單位。呢個唔單止係臨時拉壯丁，而係幫帝國打通任督二脈。以前兵部調兵程序繁複，層層審批，于謙直接繞過所有中間環節，攞到專斷之權。呢種操作就好似一個大家族嘅管家，喺成個家族就快破產嗰陣，直接接管晒帳房、後院同庫房，所有資源都唔再經部門扯皮，而係直接送去前線。佢將散落全國各地嘅零碎資源，硬生生擰成一股繩，死死綁喺北京保衛戰依架戰車上。但淨係咁仲唔夠，真正嘅挑戰喺於點樣處理嗰個俾人捉咗嘅皇帝，呢個先係大明帝國真正嘅死穴。瓦剌捉到朱祁鎮，點解唔殺？因為活住比死咗更有用，呢個就係一個超級人質。瓦剌太師也先，只要將朱祁鎮推到陣前，大叫一句：你哋皇帝喺度，邊個敢放箭？
大明軍隊即刻就會癱瘓，就好似兩軍對壘，對方手上捏住你命門，你仲點打？於是就引出咗大明朝堂嗰場最驚心動魄嘅心理博弈。而呢度正正就係于謙封神嘅時刻。按儒家傳統倫理，君父有難，臣子應該拼死去救。皇帝俾人捉咗，理論上你應該喊住去贖人，就算割地賠款都要將個皇帝救翻嚟，係咪先？但呢個時候，于謙企咗出嚟，佢冷冷咁望住嗰班六神無主嘅大臣，做出咗一個違背祖宗，甚至可以話冷酷到極點嘅決定，換皇帝。呢一招比直接殺咗皇帝更狠，因為佢等於于謙直接喺法理上架空咗朱祁鎮。我哋細味下背後邏輯，馬拿手上嘅朱祁鎮之所以值錢，就因為佢係大明唯一合法代言人，係天命在睇。于謙擁立朱祁鈺登基，同時尊朱祁鎮做太上皇，依照偷天換日，一下就將瓦剌手上嗰件無價之寶變成毫無價值嘅廢牌。你手上有皇帝，唔好意思，嗰個係前任。我哋呢邊已經有新當家，江山照常運轉，玉璽喺新皇帝手上。你手上嗰個中意點耍就點耍，對大明根基已經冇任何影響。呢個唔單止係政治手腕，而係直接改寫咗中華文明嘅底層邏輯。以前係皇帝就係國家，國家就係皇帝，普天之下莫非黃土。但于謙用實際行動話俾所有人知，社稷為重，君為輕。當皇帝嘅存在威脅到國家生存嗰陣，皇帝一樣可以俾人當棄子犧牲。呢個就係張家天下邏輯硬生生先級做國本為邏輯。呢種做法雖然令當時儒家士大夫全部目瞪口呆，甚至覺得于謙大逆不道，但佢徹底拆走咗明君身上嘅道德枷鎖。由嗰刻開始，北京城頭嘅士兵再見到瓦剌拎皇帝做擋箭牌，心入面諗嘅唔再係嗰個係君父，而係嗰個只係一個過期人質。於是先有後來果場蕩氣回腸嘅北京保衛戰。好多人以為于謙係文官，只係識坐鎮指揮。錯，喺德勝門外，于謙着住盔甲親自督戰，佢下咗一道死命令：臨陣脫逃者斬。佢仲將自己個指揮部擺喺最前線，兼且下令關閉城門。呢個代表咩？代表包括佢自己喺內，所有人都冇退路。呢個唔係普通打仗，而係灌暈。佢用近乎自毀嘅方式，將死戰到底嘅意志硬生生灌入大明軍隊骨血入面。佢將一班原本準備走佬嘅烏合之眾，硬係鍛造成一支虎狼之師。瓦剌人當場都睇到傻咗，佢哋發現手上張人字牌打唔出去，想強攻又撞正硬骨頭。最後呢股嚟自草原嘅洪流喺德勝門、西直門城下撞到粉碎，北京保衛戰贏咗，大明活翻過嚟。但於此同時，于謙自己嘅死期都到咗。公元1457年，嗰個俾人廢咗嘅太上皇朱祁鎮透過奪門之變復辟，佢翻嚟第一件事就係清算于謙，係因為私人仇恨咩？表面上係，但由底層邏輯睇，其實係舊秩序嘅反撲。于謙做嘅嗰啲事實在太超前，亦都太越界。佢打破咗皇權神聖不可侵犯嘅潛規則，佢證明咗冇理都得。對一個想重新塑造絕對權威嘅皇帝嚟講，呢件事係絕對唔可能容忍嘅，獄中刺。徐有貞嗰句名言：于謙不誅，今日之事無名，講嘅就係呢個道理。唔殺于謙，復辟就唔合法。于謙死嗰日，天下冤之。咁依位去抄家，發現依位當朝一品大員屋企，除咗皇帝賞賜嘅蟒袍銅劍，真係家徒四壁，連一文多餘錢都冇。但于謙真係輸咗咩？冇。當朱祁鎮殺氣騰騰，想抹走于謙留低嘅一切痕跡嗰陣，佢驚恐咁發現自己做唔到，因為于謙留低嘅唔係財富，亦唔係黨羽，而係一座精神豐碑。後來嘅明朝雖然奇葩，皇帝一個接一個，有煉丹嘅，有做木匠嘅，有幾十年唔上朝嘅，但無論朝局點亂，無論太監幾壞，只要外敵入侵，大明朝就只得一種聲音：土木堡之後，明朝喺餘下嗰200年入面，就算俾滿洲八旗逼到牆角，就算李自成兵臨城下，崇禎皇帝選擇上吊，都冇諗過南遷，更加冇諗過投降。點解？因為天子守國門呢個概念已經俾于謙永遠刻入咗大明王朝嘅骨髓。于謙用自己條命完成咗一次對儒家文明脆弱性嘅修補，佢就好似一個孤獨嘅守夜人，喺嗰個風雨飄搖嘅晚上，一個人頂住咗塌落嚟嘅天，然後同後人講：只要脊梁唔彎，呢個國家就亡唔到。當我哋回望500幾年前嗰個身影，
當佢俾人押去崇文門外斬首嗰陣，佢望見嘅唔係死亡，而係身後嗰座巍峨嘅北京城同依然屹立嘅社稷江山。佢唔在乎個人嘅生死榮辱，因為佢知道自己留低嘅唔係一副軀體，而係一股氣節。呢個先係于謙點解會俾人稱為千古忠誠嘅真正原因。佢唔單止保住咗北京城牆，更重要嘅係佢鑄造咗中國人喺絕境之中絕不屈服嘅硬骨頭。于謙嗰首《石灰吟》真係寫得好，粉身碎骨渾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間。呢度邊度係寫石灰，根本就係佢自己一生嘅判詞。最後希望大家支持一下，幫我去抖音精選 APP 撳右下角推薦嗰個大拇指掣，等我嘅作品俾更多人睇到。我係龍一，關注我，帶你認識更多歷史知識。